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時間，我是今日要教大家運動的阿凱先生。今日要教大家的是我哋肌力訓練的動作哦。肌力訓練呢，如果那是把有重量的東西用我哋的手啊壓上來，腳屈下去，我哋做腳的話，我哋的手同腳那麼有力，那麼軟腳哦。等下路向下停頓先生來運動哦。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要先做18臀身體熱烘來動作哦。我哋第一個動作係，好，我哋呢先屈下去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好，屈下去，好，手啊，用嘅腳當高，好，唔好用落背哦，要用地背哦。好，做嘅時間呢，先看你右手向嘅當高。壓上去，好，壓上去的時節，縮起，下來的時節，跳起，好，一片做下，如果另一片哦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記得做的時節，你的頭要看你的手哦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好，要注意哦，你的手係向當高，唔好向後背哦。如果你會向後背，要向當高哦。好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也係我哋第一個動作。第二個動作係，我哋呢先一隻腳向頭前，讓天來風，另一隻腳屈下去，好，屈下去嘅時間，兩隻手用嘅頭前一隻腳地背。標準好，做嘅時節，我向我腳一片的手呢，係我哋左腳同我哋左手好，又向我左片當高壓上來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好，壓嘅時節呢，向當高哦，唔好向後背哦，好，向當高，慢慢啊回來。向當高，回來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我哋彎腳哦，同樣一隻腳先向頭前，我手用你腳底背。好，也蠻係我哋右腳同我哋右手在頭前，好，我右手向當高，縮起，下來嘅時節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慢慢做落去哦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也如係我哋熱身的動作哦。接下來要開始來做我哋的運動嘅哦。等一下運動呢，要練我哋的手同我哋的肚子哦。也蠻停頓先生向下來做哦。第一個動作呢，我哋先拿一種燈呢，做嘅時節，我哋要面天來風，面好嘅時節，腳向當高，好。等一下呢，係我哋肚子出力。
數用個腳，好，用個腳當高，都是出力，個數向當高，當個七條葉片如何？好，慢慢啊，用輕鬆，用過來，安尼算一擺哦。好，出力的時間，頭起，慢慢啊過來，縮起，放落的時間咧，頭拿先放來，慢慢啊。好，當個都是慢慢的出力，好，慢慢的變回來，好，對，頭起，縮起，好，做嘢動作咧，有另一種可以做哦，好，個數冇變蛋糕，變個兩片，好，先用一片，好，我哋做數，用個做腳，安尼，一。回來，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慢慢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。也蠻開始的，我哋可以兩種交換來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做嘅時間要都是出力咯，好，記得咯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字米一擺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做下你嘅腳可以放下來，也嘛我哋揾第二個動作哦，練我哋嘅手嘅肌肉。我哋拿一種燈呢，也係動作咧，嚟做兩種，一種係坐蹲，一種係站蹲嘅動作哦。我哋先做坐蹲嘅動作，等下一條數呢數，向天來放，你嘅腳向當高，你嘅手向當高。好，做嘅時間，壓放來，好，慢慢啊變下去，壓放來，慢慢啊變下去，有力的話，壓放來嘅時間停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啊變下來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啊變下來。一、二，下去嘅時間縮起，放落嘅時間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也慢做，第二種哦。第二種，我哋站蹲做，好，用嚟做咧，用一隻手，就用我哋腳，喺我哋手呢手當高，做嘅時間手拿蹲，開始嘅時間手呢手愛綁緊咯，好，放落嘅時間向當高，壓放來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慢慢啊下去，記得唔好按呢哦，哦，喺個數按呢慢慢啊，壓放來如何？好，下去，放來嘅時間跳起，下去嘅時間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
跳起，索起，好，彎腳做。向用數年數先綁線，好，你數拿準一條數年數，放落1，慢慢下去，2、3、4，數有力的話，向用放落的時間停一下，1、2、3。慢慢啊，變下去，1、2、3，慢慢啊，變下去，好，放落1、2、3，好，字米100哦，1、2、3，頭前教大家的，大家有學會嗎？記得有限的時間停頓線上來聽通哦，也慢開始愛來學新的哦。接下來愛來開始教大家來運動的哦。等一下，我練的動作係練我哋的肚子同我哋肩頸的動作哦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先面體內放，面蹲的時間，好，我哋的手先向當個壓放來，兩隻腳向用哦，向當個。壓放來，好，我哋先做到安尼，好，開始之前呢，我哋的右手先放到我哋左腳當個，左腳的膝頭，好，做的時間呢，我哋右腳從呢左手，右腳向大下唇齒，慢慢啊唇齒，好，唇齒如何哦？唔好用體內放哦，好，唇齒如何誒？好，我哋開始哦。右腳唇齒，慢慢的唇齒，左手向當個，唇齒，向用冇用體內放哦，好，慢慢的豎過來，1、2，好，做的時間慢慢做，唇齒的時間縮起，過來的時間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好，換100哦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做下我哋彎手彎腳，你嘅左手用你右腳當個，好，向用哦，你嘅左腳向大下唇齒，好，右手向當個唇齒。1，好，唇齒的時間，縮起，回來的時間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慢慢做入去哦，好，字米200，1、2，好，好多亞種誒。較簡單咯，吼，第二種誒，吼，係安尼做，我哋嘅手愈向當個誒哦，吼，無用我哋嘅膝頭當個，吼，一種係，吼，向用我嘅腳手，吼，右腳臀嘅左手，吼，唇齒，回來，1，都是愛綁線哦，2。1、2、1、2，好，我哋彎片，1、
1、2，好，記得都是放線哦。1、2，慢慢的做。1、2，好，字米2擺。1、2，好，做下你腳，你可以用天來放，手你可以用過來，好，我哋慢慢啊起風來。也嘛，我哋揾第二個動作哦，第二個動作係練我哋減緊嘅動作，我哋拿一種燈呢。也係動作咧，會用到一條樹鏈索哦。也樹鏈索做嘅時間，用先用天來放。我哋嘅樹用2片打開來。1、2、3、4、1、2，好，有力的話，數廿放落的時間停一下。1、2、3，慢慢的歸來。1、2、3。慢慢的歸來，好，向落背。1、2、3，慢慢的歸來，好，做一次出力的時間，吐氣，歸來的時間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好，一種嘅第二種咧，用嚟做。用一隻樹，好，用樹鏈索，用個腳當高，好，做嘅時間拿頓樹鏈索，樹先向後背，好，轉向來，好，慢慢啊，變回來，轉向來。1、2。唔好變安尼哦，唔免安尼哦，好，向個樹線向後背，好，轉向來。2、3、4、1、2，好，來點彎片，好，用個樹。向後背，好，轉向來。1、2、1、2，好，字米2擺哦。1、2。在運動之後，我哋愛做18本身體變強壯的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先開天來放，一隻腳開下去，另一隻腳變頭前。好，做嘅時間，兩隻手向頭前，向當高，向後背，壓放來。按呢個時間縮氣，好，下來嘅時間吐氣。吸氣，吐氣，好，注意下哦，我哋放氣的時間，我哋師傅向頭前送出去，好，回來的時間向後背，好，所以吸氣，吐氣，好，彎腳來做哦，
向陽彎腳，我哋嘅左腳開天來風，右腳向頭前。好，我哋兩隻手向當高，向頭前，安尼。縮起，頭起。向陽做嘅時節，師傅向頭前送出去，變回來。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好，我哋揾第二個動作哦。第二個動作做嘅時節，可以面天來風嘅哦。我哋先面下來。好，面嘅時節咧。我兩隻腳，我哋先做右腳個，我哋右腳拿空來，讓你左腳當高，好，慢慢啊，我右手吞兩隻腳，踢動嘅傳出去，呢隻手拿頓呢右手，好，向個身體綁過來，我師傅愛綁起哦，好，安尼開始嘅哦，所以。慢慢做入去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好，我哋彎腳哦。好，向陽，我左腳向我右腳當高，我左手。向踢動嘅地方傳過去，手拿頓，好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好，記得做嘅時節，你手要出力咯，臀嘅腳向嘅身體綁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。頭起，好，做起我哋腳都可以變下來，慢慢啊放來都可以哦，唔是太急。也都係我哋根本呢同身體變強壯嘅動作哦。根本呢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好味冇？記得明日向下停頓線上來運動哦。你嘅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！停通，我哋下拜見。